学浅到一公，分到一公，言师好。点传书好。请坐下。我们亲爱的目前的以及各位点师，还有我们各位领任，还有我们在座的各位坛主、各位浅浅大的大家午安。点传书午安。同学承诺我们目前的以及后面是慈悲这10分钟给后学来跟各位结这个善缘。那么当然，和学今日要跟咱共同来分享只有10分钟所以和学嘛感谢台湾书店做事的方式是部的代表，咱刘前面5大医生以及咱新的医师大生以及咱新的点满书的后备，咱目前的建议这个安排咱叫做青上精湛班因为咱青上精湛班的讲师呢，拢是咱目前的慈悲甲咱聘请的讲师，所以咱今日讲师呢是咱宜兰天真总坛的这赖坛主发呢会使甲伊称呼讲赖讲师你好，伊讲因遐无讲师的这个称号，我甲讲为什么？大天宣化替天行道，毋是讲师就是啥？伊讲因遐讲师资格爱足大，爱安怎？爱言行合一，讲会到，说会到，咱做讲师。我讲安尼，恁天真总坛就拢无讲师？各位先生，敢是安尼？伊讲无。阮遐拢无人咧请讲师的这个道职或许觉得非常的严格那咱新义组呢，应该拢有讲师而且道职，或许的一个感受一个认知，就是讲，咱讲师虽然咱无都做到100%的言行合一，可是咱安怎边学边做边调理，因为呢，咱道场啥物人成长上紧，就是讲师。因为讲师伫学道义的过程内底，慢慢咱家己会当先提升可是毋是提升咱的道行尔，或许才能这样子一个感受。咱身为一个讲师，当咱是道务中心的讲师的时阵，不管你是菩提心慧班也好，你是智慧班的讲师也好，各有一个是爱南北安尼走的。有时甲你派台北，有时甲你派台中，有时甲你派高雄，有时甲你派花莲。真像我的查某囝蒋美纯讲师，伊今日是去到南投的菩提心慧班的学生。互我是看到咱李川吉电视传相片互我才知影讲蒋美纯讲师伊今日就是咱南投咱任何单位的这个舞坛主遐咧学习。菩提心慧班，那么你这个当下呢互我是会认知就是讲，今日咱的讲师蒋美纯讲师安怎无承上启下？讲师要出门功课是爱甲地轮师甲前人报告我们现在学讲师的各位前人，这是我搁伫遮提出来甲咱各位结缘共同做一个分享，嘛是咱爱去注意的点。其实咧，伫道场学习。尤其是讲师，更加爱尊贵咱15条规，就是爱出国欢迎，承上启下，亲像互要去到花莲，要去到澎湖，要去到台北，互一定甲咱付钱人报告。无法度人当面出国方面，但是上少咱即摆的手机足方便的就是打电话也好，还是讲写个讯息报告，这样子我们的领导才知道我们现在到哪里去学习、去了解，这是后续的感受。那么当然，我的时间只有10分钟尔即摆鞠躬上台问候一下已经超过5分钟了。即摆来要甲咱教主交代互学的，是要甲咱报告母亲节的活动。那么咱母亲节的活动，甲以往无共款的所在，就是咱本来拢是5月份第2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对不对？是。咱有讲头，但是咱这一届呢，咱办的是伫啥物所在？伫啥物时阵？星期天的拜六。
那就谢。啊，前一天来拜咱，佫毋是下早啊哦，咱普通入班拢是下早入班对无？是。但是咱拄啊办下晡，啊，为什么咱教务处会安尼安排呢？拄则互我有，因为互我前几工去听哦，啊，无去甲注意这个问题，下早咱洪点老师呢，只是互我爱起来甲咱分享的时阵，我拄则他去请教着咱教务处的处长哦，伊讲吼，会办下晡，就是要呼应，就是要甲咱少年的这一代的传承，因为少年家是毋是拢会困较晚哦，啊，都互困互饱，配合因哦，啊，因会当来甲咱这其实人伊讲不是母亲节，伊讲叫做双亲节，就是不是敢若母亲咧过母亲节尔，爸爸嘛会当做伙来过母亲节，所以叫做双亲节。所以咱5月初10的拜六下晡2点报道，节目2点半才开始，哦，咱的荧幕内底有秀出来吼，就是活动的时间是下晡2点到5点，啊，咱2点半献剧，所以咱报道了后，咱就是来到3楼的活动集合，哦，啊3楼的活动集合，咱2点半开始献剧，哦，因为咱有一个灵性的老庙，哦，灵性的老庙，啊，就是讲咱爱先来请献剧，献剧了后，哦，咱伊的这个活动内底有一个内容叫做祈福的花果兰，有花有果哦，因为像咱甲新妇咧加的那个就是有花茶花哦，有花有果有茶，啊，所以呢，伊咱迄一天呢，伊迄个祈福的花果兰内底有花，阁有水果，啊，恁一份，互法敢若有无？应该是100块嘛哦，一份是100块。虽然亲像互法来讲，互法的妈妈已经无，甲爸爸嘛无伫这世间啦吼，等于回天交接。但是我嘛会当买哦，这花果拿来回向哦，献婚遗嘱的，会当回向互法的爸母。哦，咱做这个，嘛会当会当买，毋是讲爸爸妈妈拢无伫的，咱就袂当买。咱原在咱会当买一份哦，100块的花果拿来回向。但是咱回向了后，咱这花果啦，原在爱咱领倒去，哦，咱领倒去，袂使拢怎啊放伫遮，这钱钱就毋知影要安怎处理啊吼。所以咱的班表内底就是咱下几日拜六，毋是礼拜，哦，咱这前辈者一定要去注意的，甲一往无共款。那么咱教务处，咱袂使处长，这种的这个突破，互我上基础的时阵嘛，感觉讲，迄落用伫个下晡时啊，安尼咱老婆参较会记住，哦，较会适应。但是我们为了要传承，咱为着要传承下一代，而且少年的咱的子女会当来甲咱配合，甲咱共度这个母亲节。所以呢，咱甲改定下晡哦，所以咱2点半献剧了后，咱就开班祝福，哦，就是我们目前人，还有点传师的祝福哦。活动可能有一寡活动表演哦，来4点05送经文回向祈福的大合唱。那么当然，咱有迄个下晡咱嘛有用餐啦吼，咱可能就是5点，头拄仔敢若甲互我讲5点用餐，哦，4点半，安尼4点半就开始用餐啊。咱要等于甲咱的厝的人做伙食饭嘛，佫会有哦。所以呢，咱的再回去那一张简介。好，所以呢，咱这张内底呢，伊写甲做清楚，而且咱即摆会当报名就是网址。咱各位浅显慈悲，咱若如果袂晓伫咱的网址内底报名的话，咱找咱的组长，找咱的领领哦，报名互伊，看咱几个浅显要报名。因为为虾米咱即摆少年拢用即种网络的报名，有一个好处。哦，就是咱要准备物件，咱会当做准备。而且呢，咱非常慈悲呢，有送咱一份精美的这个纪念品，哦，不是做贵重，但是做有意义的，哦，做有意义的。咱卫生处长呢，也拢会针对咱每一个妈妈呢，
安尼纪念品可能是妈妈较有啦，爸爸可能无啦，哦所以咱报名的时阵，较知影人数，嘛较知影要几份，所以伫遮这就是咱5月份上介重要的一个活动。若无普通其他的班次呢，就是拢照咱的班表来走，伊拄则甲我交代，就是讲特别提醒咱母亲节是伫5月第2礼拜六下晡2点，而且爱网络报名，甲咱的花果兰嘛爱找咱的领领，咱若袂晓报名，找咱的领领，找咱的组长报名摕咱遮教务处，伊才有法度甲咱注意咱迄个数量，这一小时互较教务处叫互遐来甲各位前的强公，分享甲咱报告的一件代志，好吧？10分已经到啊，搁有10分，搁有剩10分钟，要由咱红点团师共同来跟我们鼓励。那最后祝福父亲们以及各位点师，在座的各位亲爱大德身体健康，我们的道路能够红展，谢谢。感谢点人师慈悲，前道一鞠，婚道一鞠，不再恭请付钱人慈悲。前道向目前人慈悲，前道一鞠，婚道一鞠，付钱人好。付钱人好。